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要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哎呀，臭油鸡，臭油鸡，我不来吃。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素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家叔。每一个人心内可能都有一段囡仔时代美丽记忆。听我伫大汉也是食老以后，三不五时伫头壳内重新搬演，感受花感的滋味。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故事非常特别，是咱作者面人生的做囡仔时代伫故乡的初恋故事。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收听陈面人的田庄囡仔记事，沿路悄吹囡仔时。电视看到一出旧电影，叫做《亲亲河畔草》，是咧讲囡仔的恋爱故事，佮有美丽残痕景致。我常常去想到故乡的光景，甲囡仔时代迄段唔知要安怎讲起的感情。临时临要，就去听一张落南的火车单，等去故乡悄吹我的囡仔时。搬原林客运甲阮庄外的家就要下晡4点啊！伫车牌仔边买一个裤仔底，甲2块煎粿，哪行哪食，感觉无囡仔时遐好食。裤仔底煞无掺蚵仔，干那韭菜尔。过水枪对大轮阁行10百步，就有一个碰布寮啊，出口水的铁管真大坑。抽出来水，大港白色色。热人对学校要等去厝里食到，走甲规身躯汗，到遮就真欢喜。先好水洗面洗颔滚，就去啉几喙仔挤喙焦，清凉的水透心鼻。这时我饲料食甲真素，料啊枵伫咧，毋过无咧抽水，也着免啉啊。料啊边的田无咧补，改做种葡萄的园，当然着免判水。这2年，工业局改造做公司，葡萄用进口的，废止种植的契约，葡萄嘛废啊，规片园客咧园。
这款极酒的葡萄，自早囡仔时代，阮兜厝后就种2丛。青葡萄到尾熟就反黄，日头光烧着会通光，食起来真甜。我问阿爸讲：这款葡萄是啥物种？这叫做高鲁莲。五路莲。对，高鲁莲。我记音唔知意思，一直到会晓讲英语甲日语了后，才知是古代的日语发音应该是高鲁莲。古美局大量客族改名做金香葡萄。顺碰不了啊，到阮庄林，规路拢全是丰富的园啊，喝着遐的鸭啊、鸟啊，自由飞伫枝叶的空旁。路面空点啊间，找无早时牛车狗的混食，车甘蔗赤牛啊、挂的玲珑啊，摇伫我的基地内咧响。阮上兴对牛车后行，驶牛车载阮囡仔的心情，拢会点无看见。甘蔗互阮偷抽去食。有一摆，客人囡仔阿胖啊，大心肝，甲人闹规把。高生囡仔，你是咧创啥？车甘蔗落来甲骂。你啊细汉心肝就较大过牛气，后摆大汉毋得做土匪。了后抽一支互伊，摕去，剩个放转去。然后回头空车，阮会爬起哩坐，规定囡仔放互牛拖。水墙边迄座桥，要起的路真行，车若再伤重，就真正啦才扛会起。有的牛甜力煞闪驶，行顶牛屎特别多。台湾有真侪所在，拢叫做牛屎行。阮若看到载重的牛车要爬行，拢会自动去斗刹。甲牛斗战一个力，嘿咻嘿咻嘿咻。每入庄都会看到拢是刺竹啊，即庄的4颗链灯拢是刺竹啊，甲庄头包啊夹伫中央。台湾有一款的庄就叫做竹围啊，即庄嘛是。刺竹啊有真侪利用，早时就厝较粗的竹啊来起厝，就是竹公仔厝。刺竹笋煮汤闽南味素就真甜。散食的年代，欠肉料油醋，较用的暗暝时，阮阿叔会用锤啊斗磨尖的粗圆线节，制作一支蜡钻，用电土的木底里烧炉，专工去顶拿蜡鸟刺。鸟刺目，互木底里烧着，线工去，蜡钻就落落，真准。这手功夫应该是平埔留落来。厝里的查某的早就烧水穿咧等，甲鸟刺剥皮，太洗好势，落鼎免半点钟就熟，肉真鲜甜。听讲食鸟刺仔肉袂使阁食米啊，若无会大唔规。无人试过，毋过阮无犹豫过。弄过刺竹南路啊，到这分享车，一条沿高墘西庄外，对窗仔补过，沟仔底蚋仔真高，赶一卡东公啊，凊彩摸一困就甜甜。运气较好，阁会捡到河流，也是饮到土沙。另外一条是入庄内的路，沿路有红红树，灯开的时，比火较炎的红，会互人心肝烧热。乌脆笔啊，甲乌州，敢是共条仔内即辈兄弟，定定会斗阵耍，合唱乌州家家酒。我看椅啊，尾溜袂输是用加刀剪的，开车的线条真直。西方人爱穿椅尾服，我感觉椅啊是穿插真绅士的鸟啊。白若尾仔时，会伫厝前银枝骹吼叫。甲日婆毋过加背烧肉，一时规庄刺竹啊无规模，为要储孙啊，专工种的麻竹啊，颠倒有较济。
伊啊，敢若足久就喊你来排队啊！剩一寡无路无厝的赤鸟啊，走伫电话线顶，看这座农村变迁的戏文。狗仔一冬旱地有几日有水，若有嘛那开时啊，秘书是土地流出来的目屎。阮兜嘛翻做庄仔厝啊，后面的狗仔还阁伫咧，水臭臭，厝起黄田起向，即时嘛咧种杂草，寒日啊长甲寒芒火白白，旧户铃翻掉，连迄张可能啊嘛早就错去。可能啊骹，我囡仔时大个记伫，互阿门头空条条，无得找起。厝后转沟仔的另外一边，是一户有蔷薇啊的新厝人的厝体，无咧甲庄内人来去。自古起，即庄就拢是做事人，罕得有人受教育。听阿爸讲，恁查甫祖捌做汉文先的，伫庄林开暗学啊，教人捌汉字，有时也会讲古。你写小说的天分是种着阿祖的。毋过，恁阿公就无爱学字，煞断去。迄户人是阮庄的新厝家庭，顶一代就捌字，做过镇民代表。有2个后生伫美国读册，读煞留伫遐，无阁转来。因迄个上世查某囝雅欣，读过后甲我同年的，青菜气质，甲阮一般的庄下囡仔无共，哪公主咧？学校内老师特别较惜伊。同学嘛欣赏伊。升到3年的时，学校决定编班，我选甲伊共一班。老师排座位的时，我是读头名的，当然坐第一排。伊伫别班成绩听讲才普普啊尔，老师听伊，叫伊甲我坐做伙。我自细汉都无共年岁查某囡仔伴，袂晓甲异性直接，毋敢甲伊讲话，连要看伊都毋敢。敢若趁伊无注意，用目尾去甲偷扫。我永远会记得，伊开嘴甲我讲的头一句话是：“请你莫摇伊啊！”歹势，我毋是雕工的。我毋是雕工要摇椅啊，阮的椅啊连做伙，我是欢喜甲皮皮喘，椅啊对咧叮当。3年嘅真正考试，周考、月考、期考，我同款保持第一名。老师发赏，用一本练习簿，顶头当奖，我簿仔拢免买。迄阵簿仔甲有包皮鉛笔，拢是5角。有一摆，我鉛笔伤济，甲你换簿仔敢好？你要用鉛笔甲我换簿仔哦？好啊。拄好我一支笔，拢写甲指头啊，用要认袂牢。有时要写鉛笔，伤短煞写着指头尾，就甲伊换。过2天，礼拜日要暗仔时，我去饲牛转来，趁天还未照暗，伫门口埕尾写字。迄年阮还无牵电火，暗时拢是踮番仔油火读册。阿爸对外口入来，举一支扫帚机仔，几落，就甲我说。哎哟！你自生2年会起，再来毋捌无考到第1名，是安怎即届哪会退步？哈？我煞三无，明明我同款头名，阿爸哪会冤枉我？哎哟！互阿爸说3个了后，伊才讲：拄则我伫庙前的大青树骹，甲一群庄内人开讲，隔壁厝体的主人伫遐咧点报。啊，恁的拢保持第1名，是阮查某囝无甲伊共班，即摆无共啊。阮查某囝考第1名，老师赏伊一本簿啊，恁看顶头阁当一字奖，有无？有。
这本簿我唔甘互查某囝摕去写字用，专工用蜡烛封起来做纪念。爱啦爱啦，有纪念的价值。对啦对啦。一班袂有两个第一名，别人有谱仔做证明，你的确是落名。阿爸，你看，我将新烟笔拿互阿爸看，这支笔倒位来？我甲代志的头仔尾讲出来，阿爸才知我受枉困。当时啊是安尼哦。伊歹势，互我一角银。阿爸代志忽定打起啊！我无为安尼就去迄个水洞学，一角银会当买5张卫生纸，过来卫生检查，我就免搁四界甲人借来互先生验。后礼拜考试了，我当然嘛搁摕到头名想的谱仔，伊搁要甲我用鉛笔换。搁加伊换好无？唔好。我想到互人出衫的素生囡仔，唔肯甲伊换。是安怎无爱甲我换？我嘛惊伊变面，无爱搁甲我讲话，唔敢甲伊骗因老爸代志出破，敢若讲我算袂好。尾啊，伊讲你若甲我换，上课的时会使偷看我的手哦。安尼，我免讲嘛投降。寒人的时，我无旧衫通穿，手冷叽叽。毋知是查某囡仔的手生本就较烧，也是伊穿太空衣，甲伊的手牵的有够好。我希望学校的小师啊，袂记只药下课前啊。迄天咱人是3月14，拜六读一补尔。要放学时，伊拄一张纸条啊，互我，讲要请我迎去因兜。我转去厝，毋敢甲阿爸讲，找阮姨啊。阿姨，阮同学讲要请我去因兜食暗。恁同学哦，倒一个？住隔壁的查某囡仔。大厝摕的查某囝哦。迄是我头摆互人邀请去做人客。阿姨专工改一领阿爸较无破的长裤，用裁缝车舞一波大大。我无佩带，佮添一条布带互我下。来，请看卖咧。我穿要是伤看，毋过伊也真满意。真好看。我对后壁沟厝一块房仔过去迄个厝梯，树围仔内阁有种花种草。我袂赴看水，树顶的芭仔真大粒，黄啊无人挽，也有莲雾甲油啊。好野人的厝要是无共，迄阵阮规庄敢若一口罩是遐厝，厝内拢伫裤仔厝砍草做厝顶，若风台来就用石头缀咧，才袂厝外互风掀去。厝内电火光拍拍。奇怪，阮规庄就要无菜电火条，伊哪有电火？同学出来接我，先带我去厝边凉亭仔骹坐，教我一寡话，叫我袂使漏气。到迄时，我才知影，迄天是伊的生日。因老爸甲伊啊，伊是叫爸爸甲妈妈，交代伊请较侪同学去因兜食生日桌。伊惊同学讲出伊无考过第1名的代志，毋敢请因来。无请一个来，嘛讲袂得过，才拜托我甲伊斗暗看。爸妈，阿仁来啊！阿伯阿姆恁好。你就是阿仁哦，真有礼貌，欢迎欢迎。阿仁，来面坐。因爸母真欢迎我，规道拢是我喊你正过的青草。阿伯一直咧操大讲，我互因查某囝虐过。请我毋通怪伊，尽量食，算安慰我。恁这班你敢若输互阮雅欣尔，嘛算袂含慢啦，哈哈哈！爸，你莫阁讲这啦。好，莫讲，你看咱雅欣遮尔细汉就知过谦，
甲别人留面子。是啊，阿仁，菜价正贵，莫说字哈。好。顶学期，雅欣若有摕赏的铺仔转来，我就赏伊10箍，也赏100外箍安尼。对啊，雅欣真乖，拢俭起来，要拜托伫日本的阿姨替伊买乌龙肉转来。阮同学有100外箍，我听一个强要昏去。食饱，阿姆阁包鸡腿甲一块山楂肉，要互我炸转去。同学拿一支缅甸涂，阁会光，无成肉底里的，细细枝仔真水，讲是手电仔的。沿因兜墙仔边的田花路陪我行。天真光，那天顶有真侪支手电仔，毋过离受远，笑袂到涂骹。暗头仔水鸡大细正好，老仔声较沉，那走低音，吞仔是中音，舌仔声幼幼，就是关音。伫暗面蒙的田林奏乐牵曲，田花路细条，已经跋倒，伸手互我牵，阁愈行愈晚。我想要甲伊行较晚，阁毋敢，尽量闪行田花边，煞跋落田底，伊对我摔落。我的衫裤拢湿，加在伊跋伫我身躯顶，无摸着水。新改好的长裤湿无要紧，伊泡伫我身躯的气味，规个月拢袂退。读4年的时，因规家就拢转去美国。拄开学迄天，老师宣布这个消息，我心肝头刺插，脑更甜甜，无张无弛，目屎连落来。拍开鉛笔盒仔，几只剩一块仔的鉛笔，用破纸包起来，我无要阁用。转去厝就用鉛笔壳仔缀咧。甲一张写伊的名甲生日的纸条啊，放做伙，放互爸。甲台点护铃仔边迄张苦铃仔骹，互即个秘密伫遐发演生团。是啦，旧历3月14迄天，我一世人无可能袂记住，毋是青青河畔草迄出亲像囡仔办公会仔的恋情。迄天嘛是我的生日。阮拄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件代志是迄天我转去了后，伊阿三半碗面线咧等我。厝内是大人生日食肉，囡仔生日食扒。你穿长裤那新事，阁互人请去坐倒，算大人啊！伊阿头家甲我讲我的旧历生日。无肉，面线嘛会使啊。肉，我有炸肉转来呢。你有炸肉转来？我甲肉摕互阿姨。这是隔壁阿姆叫我包转来，互小弟小妹食的。佛祖真是有感应。阿姨紧去烧香感谢佛祖。我较早要下愿，但你做生日一定要有肉。拄咧烦恼。真是都有啊！佛祖真是有灵有圣，阿弥陀佛，感谢佛祖。我搁去砖头踅一步，踅对高后过。土地公庙啊，甲迄个有墙围仔的厝体，拢无去啊。原本的所在起一间大庙，香火真旺。
庙前迄张大青树原在，敢若流甲喙鬚愈来愈长。今仔日的广播剧《沿路憔悴囡仔时》是由陈明仁原作，罗家书编剧，夏玉华台语校正，上扬唱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仁、苏秀武演出；雅欣、叶怡欣演出；阿仁的老爸关凯欣演出；阿仁的阿姨洪昭文演出；雅欣的老爸王家仁演出；雅欣的老母伊万贤演出。曾民、桂仲坤、洪家瑞、陈燕山、陈丽辉、陈思文演出；囡仔陈彦芬、陈君熙、朱伟成演出；大汉的阿仁、林依婷演出。暖暖站门口，咱的故事串满地。放花来卫生。今仔日要来讲民生的开讲的读册班，是咱高雄第一社区大学讲册台语社5位代表：林依婷、王庆珠、陈丽英、陈丽文，还有桂仲坤。首先，咱来听这5位代表因读今仔日这篇故事的感想，还有民生的回应。民生的好，大家好，我是桂仲坤，是咱高雄市呢。第一社台鼓吹台语社的成员，针对沿路走找囡仔时这篇我的感想就是讲，这款囡仔时的初兰基地吼，互阮深深的基地内有一点烧伤的气味的所在啦，就是讲，迄当时呢，我嘛拢做班长啊，嘛有着过头想啊，我嘛要来找一个时间吼，来写一个走找囡仔时的，会当用台语文的时阵就对啊，来写一寡生活化，真正使人足敬佩。先的就是先的啦，无论是讲写人物啦，也是讲风景啦、鸟食啦、通拖等等呢，情景像伫眼前相共啦，佫会叮当呢，佫有人咧演安尼啦，真正是水果赞，佩服佩服。大家好，我是副社长林依婷。读这篇《沿路憔悴囡仔时》，伊是咧第4集内底参庄囡仔记事吼。这我的感想真特别，因为我无农村生活的经验，读这篇小说。煞会当互我甲作者做伙同齐看到咱台湾农村转变的气氛。庄脚的光景敢若电影画面安尼活跳跳、千紧紧。作者囡仔时的记忆伫我的面头前搬互我看，真是有影佩服伊写景写事的文学功力，互我入戏，搁入心啊！我想到细汉的时第一届过生日，阮老母讲。大人生日食肉，囡仔生日食拍，哈哈！这小说内底即句话
一个手带我带转去细汉时，这就是台语文学感动我的所在啦。这就是国母语、口语白话，讲咱台湾人共同的母语的记忆啊，互我足感动，真感谢先生会当写出这样水的台语文，感谢。大家好，我是国粹台语社的社长kim珠。我咧看这篇文章的时阵，我是感觉先生咧写，不管是地景，还是事件，还是人物拢做活跳的。敢若你就是坐伫遐，看到这个情景代志足明的。毋过我有一点遮尔明的这个情景当中，我咧想讲，等伊个大汉转去故乡的时阵，我感觉迄个心酸搁较重，因为伊记忆伤好啊，你敢知？就是记甲安尼明，心海安尼酸，有迄种对比的感觉。上感动我的一句话因为伊细汉的时阵，把伊的迄个记忆、宝贝的记忆放伫盒仔内底佮特别选可能啊树我感觉这个可能啊树嘛是有特别的用意啦毋过转的时阵，人也变啦，拢走啊，物件拢歹去啊，景嘛无共款啦所以我感觉我上喜欢的迄句话叫做“我囡仔时来记忆，暗门头空调调。”无得找去，这句话，互我感觉讲，对写景甲写心肝这个中间，我感觉有哪也是入心，有哪佫有心酸的迄种味伫遐感觉人大汉足侪物件拢佫找出袂转来啊，该咱透过文学的这个笔来佫找出一个。老师。还有大家拢好，我是高雄第一社区国粹台语社的成员，我叫做陈丽英。我读到这篇故事我感觉明玲老师伊的写作的迄个功力真正有够好。伊主题还袂出来，但是伊就先教咱人捌足侪迄庄卡的迄种点滴滴，我拢有看到，互人足陶醉啊！足得罪伫内底，囡仔人迄种情窦初开诶爱情小故事读起来真正足趣味，佫有真古锥。嘛有看到讲伊大汉佫转去伊细汉成长的所在迄种感觉，迄种心肝的稀味感受会到。若是华语就是讲物是人非事事休，有即种稀味的感觉。伊内底用着足侪动词诶，迄动词拢足水诶。我有感觉伊有足水诶，迄词句就是第一句，伫迄个第190页，伊有写着讲可能啊树，甲我囡仔时呆掉诶迄个记忆竟然互即个阿门头已经甲空掉掉，无得找起啊！就是表示讲伊要甲伊囡仔时再见啊，因为嘛佫找袂转来。第二句就是讲，迄个水家伫迄暗暝，暗迷蒙的田内底走入牵曲。我感觉这句用了有够水。伊毋是讲即个水家叫出来是，互人听着足恶噪伊是感觉讲是走入，佫再牵曲。我感觉伫即篇文章内底会当学着足侪迄个动词，佫足水的迄个句。这是我的感想。先呢，大家好我是迄个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国粹台语社读册会学员，我是李文。今仔日阮就是看到这篇要讨论的这篇文章啦旁的故事内底，田庄囡仔技术超找囡仔时，其实较多咱有听到介济，就是拢咧讲景啦讲到一个囡仔。就是算足细汉爱伊着有迄个初恋甜甜酸酸的感觉毋过我即摆要安排另外一个无共款的角度来看，我感觉真诶诚厉害啦即个千金小姐已经足有钱毋过伊嘛真有心机呢。伊为着要摕着因老爸的手，伊知影伊互分来即班讲头名是绝对是无缘的，伊竟然就
用出美人计，你甲即个男主角讲，你若是答应我的条件，我就互你牵手。我感觉这若以国校较无几岁嘛千金小姐伊就真有即个心机，这大汉绝对有心理头脑因为伊搁有若掠准人心嘛伊就知影讲即个男主角应该是对伊真有迄个意思，绝对应该是会甲记住。所以即个故事安尼就安尼写落去，我感觉我细汉哪会无遮有即种头脑这是我感觉看了介趣味的所在啦我写纸面文主要有两个用意，头一段我咧甲讲安怎用台语文写工整，介绍景致；第二段台语文安尼讲感情甲故事。我有头前看无，为迄个等到遐开始就开始讲故事有无？找无迄个记忆开始讲故事，正常写景。我一个做示范，过来第二，这篇是所有的国民校老师出来的。你若去国民校讲这篇老师学生拢真介听。上届敢要先坐倒位知影无？请你莫犹豫啊！请你莫犹豫啊！因为遐较早以后拢坐做伙嘛，譬如翻只屁错。我咧念着大家反应上悬是，请你莫犹豫啊！这个故事的重点，迄讲是呢，因两个共年共月共月生的，安尼差者，重点摕遮无注意到，两个人共年共月共月生，安尼差者，但做一个生计都无共啊。你要讲顺眼，就去共时共日个，像差者，这嘛是个重点。好，感谢明仁先。接下来是咱问问题时间，咱请读册伴分别来请教明仁先的问题。大家好我针对迄个沿路超找囡仔时，遮我有一个迄个问题，就是讲，请教先生之前有听你讲，你若咧写小说的时阵，拢是算讲上帝引带剧情的安排拢是上帝引带，我就真毋信的，上无你伫脑海内嘛是拢有排演过，才会知影讲做免怎落笔这内容要带到地来结尾嘛，你是先号即个名，也是讲做先写内容，尾较来选择，就是讲像咱讲啥，一首歌，你是先写歌名。也是先写歌词以上。你著照讲这内面写的，只我一个记忆尔。我读国民校1年的时，有一个都市的查某囡仔，真正交换，嘛真正牵手，1年尔。这是我一个记忆，这真正记忆。剩的拢别个啦。迄个我的作品有一个特色，拍故事开始拢现代。写过去，了后结束搁倒来，这是我的特色。这比拼逐边拢安尼，所以你讲先有名还是先有名？我感觉做伙啊！我倒是要介绍抄册这个词啦，嘛是要介绍抄册这个词。台语抄，甲吹有啥无共？抄是编来编去，用手，吹面，看就好啊。过来一个晓，晓有啥物差别？晓得个手去变拖啦，裤下骹搁一个较深的动作，物件对，我若提包起对，也是个晓，抄晓吹拢无共动作，拢做普遍台语若抄吹都甲华语搜寻差不多啦。我林依婷真感谢明仁先的古典丰富的台语词。写出水当当的台语文作品啊，互我有所在通捡这样澎湃的台语词类啊。毋知先呢是对倒位学着这样丰富、这样澎湃的台语词类啊？究竟你是读啥物册，才有法度捡到遮济词通好用啊？到底你是读啥物册？这个词无啦，我无读册，我囡仔先就晓啊。
我做囡仔就会晓啊，所以无读册啊，册无啊，册嘛读无。我毋捌咧看字，虽然那字典也毋捌啦。我写作品拢是我囡仔时就会晓诶啦。迄拢是我囡仔时最普遍诶事啦，是即摆无去呢啦。我就讲做好，我生于一个无华语诶时代啦，规整拢做职人啦，迄是我好运诶所在啦。我想要问讲吼，伫个册内底有讲到迄老龟背甘蔗，即个长老吼，啊到尾会搁甲红梅了，会搁抽一支嘛吼，所以我就想讲，即个老甲抽是毋是有哪有艺术上的情差？啊，有当时咱看社会新闻，咱遐讲，啊你老我人来，啊这老人甲老甘蔗，即种是有哪有？无共款的意思，还是有啥物无共款的用法？江老师，真好问题吼。这个老吼分两种，一种社会话，表示讲真有气派，真大方。你要来，我老一个请。咱要去高雄，老客人啊去，真威风真大方。啊，若无拍人无来，老母的老花啊，迄嘛是啊。困啊，讲你无所谓哦，老自家互你。啊，物件吼，规八个老啊，迄是一个较直接的动词啦。啊，若是社会话啦，有引申足济啦。动词老就代表大班，啊，就是有势。社会话的老啦。啊，老台语。吼，老台语表示讲我咧耍啦，所以嘛是真大方、真洋啦。老台语，随时老台语，你共顶啦。我恁袂老台语啦，其实有班级大方啊，对无？大班个。公民正大啊！老师你好，我就是有要请教老师吼，我就是感觉讲有遮侪树啊，啊是安怎老师你会经可能啊，一定有别的意思。啊，第二点就是讲，有看你写着讲食迄鸟鼠仔肉会大暗龟，这不知你啊？哦，这毋知是有真正有即个案例嘛？吼，毋知是有无？啊，第三点我就是有伫即册内底有看到讲，同学吼举一支迄个免电图，搁会光。啊，这免电图是啥物意思？免电池，是毋是即个意思？电池是做换诶代志啊啦，较早电池叫做别得哩啦。吼，迄就是电池，啊，较早诶电池无用迄个单图啦，一个箍下来啦，迄叫做电图桥啊，叫别得哩啦，别得就是电池啦。啊，有厝电啊是较尾啊，这个代志啊，哦，这第一个吼，啊，第二个吼，你讲，我就是咧食鸟鼠，嘿，食鸟鼠嘛，真正。讲迄个龟，我自己仔时来听人讲，你若食了解目食你啊，会大毋贵啦。咱去做囡仔人，我人讲啥咱就信啦，到底有影无影？人讲你袂使记验又无，会挂你耳啊。好认出来啊！我无记哦，我无记哦。老母讲你袂使。食鸡骹袂，而且我无好背，咱嘛相信啊。对。囡仔就是安尼啊，咱讲啥拢相信啊，对无？迄就是讲囡仔人，咱的囡仔，咱来讲啥，咱拢做。啊，到底这毋对，迄毋是我的范围啦。可能啊，就是台湾的迄个吼，上界普遍的会树啊。可能啊，伊个吼，迄个装变的美术师，可能啊，若开花就会新香叶。紫色的花蕊，随风摇，随雨落，迄叫做可能来花。我们就听着歌，吼，迄个可能啊，写甲煞死，会花紫色的啊。我感觉迄是足台湾的啦。伊足民间的，伊根本都无假高尚啦，假主台啦。迄就是台湾人的代表，台湾人的普信啦。真诶，我想要请教就是讲，因为你伫内底有讲到暗头啊吼，水鸡大细才好啊。因为阮拢敢若知影水鸡吼，啊，阮袂去甲分啥物老诶啦吼，中班诶啦，少年诶啦啊，所以这内底你有介绍着讲老啊写得较定，啊，过来是豚啊吼，中音诶啊，神啊，就是较幼诶啊。像这三个词，敢会当用伫别种动物？那豚啊，猪嘛，猪豚啊，猪皮啊，猪豚啊，猪也嘛有哦。一般豚啊，就是讲野成年啦，华语叫野成年。
老就是较老自家顾嘛，较老嘛。新就较新出来嘛。这阮庄卡人，这拢有分啦。我是用水鸡尔，但是豚那是较普通啦。囡仔豚，你这个囡仔豚，你若读个高中都讲囡仔豚啦。我有一首诗写，后面当然佫听水鸡吼。迄时写李应元怎带走路去到婚营，伫轮陪咧困的时阵，暗时啊，水鸡咕咕叫喺咧吼，佫听水鸡吼。就是你是庄卡暗时要困，听到水鸡吼是足平常的啦。你农田啊无破坏，是啊佫有啦。歹势，我佫有第二个问题啦吼，因为咱知影讲较早的人，因为要读册其实是无遐简单啦吼。老师伫咧内底就有讲着讲，伊的铅笔用迄个铺仔纸甲包起来，戴伫咧手仔骹吼。毋过咱知影讲较早咱想纸袂当乌白等好夹，所以你安尼描写是毋是要讲即个纸嘛足珍贵，袂当凊彩乌白处理，但是伊竟然佫用迄个铺仔纸来包即个上个心爱的即个铅笔，吼，剩一节啦，吼，毋知是毋是敢有即个意思？无啦，这迄阵囡仔摕着就是铺仔纸尔嘛，伊要记，主要是要记伊的生日这个代志嘛，伊的生日啊写起来啊，主要是迄铅笔嘛，用铅笔纸啊，迄就是透过这日本人的时光胶囊啊。日本人若要毕业拢都一定较明显才做，这才学嘛。迄时光胶囊这个观念啦。好，感谢今仔日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古吹台语社5位读册班，甲咱民生的带来精彩交流。上尾咱邀请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系主任杨文彦副教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这篇文章，因为阿玲就是有一遍看旧的电影了，想到伊的故乡，所以想到伊细汉时的时阵，就是甲迄个布荷林家的上细汉的查某囝同班，所以有一个算无结果的恋情对囡仔人来讲。就讲即个故事因为迄个阿玲伊虽然人拢叫伊阿霞嘛所以伊就是算够读册所以拢伫班上拢是头名但是即个查某囡仔因兜好野人，毋过就是伊无啥会晓读册，无遐尔会晓读册。当然对一个三车囡仔来讲有一个查某囡仔甲伊换铅笔互伊一寡好食的物件，也是讲互伊牵手互伊牵伊的手这对伊来讲拢是一个算可能伫你心内可能有一寡甜蜜的感觉当然后来就是因为这是好野人嘛，后来因就是后来移民去美国所以变做就是一个无结局的恋情。我当然感觉这篇文章第是伊写景就是讲对迄个伊位到二林街了一直慢慢行到因兜迄个景佫讲即个农村的变化伫以前本来种田，后来变做种葡萄了佫拍远伊有甲即个农村的一寡改变拢有写伫伊的文章而且迄个咱若斟酌去慢慢读迄个文章会感觉迄个画面拢会走出来第二就是伊迄个无结局的恋情，其实是一个小寡有一寡哀愁伫的，但是就是一个会当回忆的故事。暖暖站门溪，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有讲到几落句外来语，亲像碰扑啊、控古里、点啊加、马德里啊等等。这部说入去，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歌册学会理事长萧定春老师为咱来解说这个外来语的来源。沿路超找囡仔时，这内底较侪外来语。这个外来语拢是对英语，这个变做日语，这个变做台语。像讲英语是讲 pump， 日语就会变做 pump。
像讲 hotel， 伊无法度讲 hotel， 一定是讲 hotel。这是日语音节固定的问题。再来是 concrete， 日语就会变做 concrete， 台语就会变做空阿门头、灌阿门头。再来打马家就是咱一般咧讲的碧油、沥青。其实打马家嘛是对英文来 tarmac， 这个词英文是 tarmac， 经过日语的音译变做 tamaku， 咱台湾人有叫入来。另外一种讲法，打马家就变嗲马家。这首《故乡的田园》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 K 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 K 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芳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吹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合作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饲牛囡仔泡水鸡仔肚》，欢迎准时收听。God